為了要達成自2050年淨零排放，世界各國攏投入減碳研究。高雄科技大學加台灣海洋大學針對着台灣4顆鏈等海草去做研究，發現講海草除了有固碳功能以外，還當增加這海水的甜度，提升伊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。這項研究的成果呢，也刊在了國際期刊頂頭。研究人員請裝備衝落去海底，對海草產業要摕來做固碳研究。高雄科技大學甲台灣海洋大學合作，針對台灣附近的海草層去採樣研究，發現海草層除了固碳的功能以外，還會當提升海水的甜度，增加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。高科大老師陳建志講，因為大家攏是研究海草本身，知影伊會當吸收二氧化碳，這個新發現嘛提供大家一個新的研究方向。海水裡面鹼度越多的話，它就能夠形成能夠形成更好的一個碳匯的效應，就是說能夠吸收海水能夠吸收更多大氣來的二氧化碳，那使得這些從大氣中二氧化碳能夠被鎖在海水裡面，那等於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現在在2050年淨零排放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自然的解方。互由海草吸收二氧化碳，海草死去加做有機碳，甲海水的化合物產生作用，佫會生成碳酸鈣等等的物件，造福海洋生物。高科大表示，這個研究是來自台灣海洋大學老師周文新10年前的想法，應用5年的時間去研究證實，現在藥房刊登的國際刊物，期待後續有資源繼續來支持擴大實驗研究。都還嘛，這個機會跟海洋大學合作發表這個期刊這個方法，提供一個方法這樣。那為了讓這個方法能夠更延續下去的話，其實就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了。那看看就是說台灣周遭這些海域的話，各個地區的海草床，那是不是也有同樣的一些效應存在？為了達成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，世界各國攏投入減碳研究，其中以海洋為主的藍碳，因為效率上好，也和海草層加做主要的研究對象。其實國內水試所對2014年開始在澎湖海域復育海草，各大已經成功復育超過5000平方公尺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